政府推动农作物合理化落皮许多年了，不过就农委会的统计，为10年来，台湾当年用下的农药还还有2万人公吨边呢。为了管制农药使用，农委会按算对明年起始，农药管理人员同植物医生也2种制度而强化实施，而减少农药不当使用。植物医师法也可能年代为审议通过。农药使用能把一次不能过做的是，他把农民买一种药的路使得一片虫害的，是带的5种归入卡。农药管理人员如一般的农药行，可能遇到的赚钱，只知道农民农药批料路用啊太多的。也1-2年起始，有为新形态的农药行哦，伊能等到是鼓励农民莫杀按多药的，伊能认为除了防병虫害，还会减少人造成的人害。我常常来这种地方，我都麻烦你们做一件事啊，打开来的，刺看看，刺看看，拿着起子刺看看。行业果然陈兴忠先用罗莱把敲到南药杜行，做嘛敲困难哦，因为南药较胖，作物较不上，还讲南药硬硬不团条粗。你的根都在这里面啊，都在这么很舒服的地方啊。如果你的肥分开始发酵了，它很多氧气会被抢走啊，那你根系会缺氧啊。如果这时候正好开花，又正好结果，你花会掉。哦。所以你早期有掉花的感觉，有啦，花会掉下来。对。皮料管理良好，作物生了长，作物有好的蔬食。青年农民建立farm，上网做笔记，经验头。陈兴忠喺种形态好，土壤可当内设施，还喺农产品验证中心的机械员，基本都係教农民用嘅正確本植物營養，同改善農藥嘅環境。為咗同農民談調整，用農藥同皮料來處理병蟲害問題，最密切嘅同南投竹山可以依靠農藥行。你上次会找我来，是因为你的番茄土长，叶片小小的。哎，对不起，我今天来看，问题好像没有那么大了。为什么？因为我挑今天中午这个时候来啊。你的叶片还蛮厚的啊，虽然小一点，但是叶片还蛮厚的，还蛮挺的啊。那代表你原来底下上次造成它受伤的那个原因改善了。至少那个肥料伤到根那一件事情，在今天来看已经不是问题了。我是去年12月退伍，然后今年想说，因为家人有土地留下来，还没有人耕作，我就想说我来做看看。然后一开始也是到处去问啊，然后上网也是查很多资料了，然后就一直找。但是一开始我不是去找那个陈老师。建立法托马多園喺同苗栗縣太原鄉，佢今年將人生世，想係將落嚟耕種嘅農民，三網治理也兩分體，三點樣嘅地當管理農藥同皮料，一切都問題見到經驗重，雙面前人聽數，前到陳興忠。這個根是不是都有點軟軟波波？它這扁扁的。軟軟。哎，有啊，這個擠出來就白白的啊。這個就是。對啊，這是青菇病啊。青菇病。這個白白這個。嗯。青菇病係隻有危險嘅細菌性病害，病菌與造成內通性感染。作物青菇病單單對流通難用杜行，現時冇辦法有效嘅防治。係講皮料管理來唔得當，作物景觀別別，青菇病就會走入去。陳興忠開出藥單嘅係冇這個落按到皮料嘅。肥料太多了，它甚至多到根系有一個初期的傷害。那初期根系傷害一來，它吸水吸肥不順利；二來節間土長，再開花結果那個品質也不會很好。番茄算茄科作物，它是有很強的生命力，只要你給它對的環境，它很快就改回來。如同我們今天來，確實，它在這一層大概10公分，從頂端算下來10公分範圍，已經開始慢慢恢復正常了。一開始我想說，這樣的量肥料的量會不會是感覺不夠？因為我太心急了，我就想說。這樣子好像太少了，我想說我就再給他多加，可能那個老師叫我用1包，我就給他用3包這樣子，所以可能造成反效果。因為它這邊塞住了嘛，這個倒是蠻像連包菌危害的。這裡有沒有？這個位置啊，是不是有裂開？味道檢查作物병蟲害，陳興忠同托馬多經過切下來看，一趟到建立farm它2分體。落皮40幾萬元，有得出糧，出價對佢講，
一秋天头摆忙着种个토마토又皮皮，其实是2包带皮就好诶。农药为什么会花成这样？因为一开始他推荐我们的农药，我们有就是使用在番茄上啊，有效果。但是老师是说，病情有一点点病情的话，不需要马上急着用啊。我们就是看到有一小点有病情，我们就马上一直用，就一直给他就是要治疗，基于在治疗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就会花了很多的成本去购买这个农药。这个都是嘛？这个就是指它的缉毒性啊，红黄蓝。它目前看起来都没有，你这些药都合格，没问题。你的肥料也都是看起来都有登记证啊，只有这一罐所谓的开根素这个那个就是我不清楚的，私下那一种。那我就不清楚了。他自己里面什么我也不知道。对，那个。那你用那个就没有一个推荐的基准，对，那个只能凭你经验啦。所讲的开根素係植物生長技術，主要做喺植物開發上，呈現中詳細檢查使用農藥，發現一罐標示唔清楚。他人向太平村長李文祥係建立法律橋，平常對農作相互安幫，佢咪多少知道內容同皮料關係。不過傳統農藥學最推薦用藥的藥嘅，佢搞不着愛心。这边很多農友就是道聽途說，沒辦法，我們只能相信農藥行的推薦。基本上，我想10成有八成農友都應該都有自己固定比較信任的農藥行的推薦啦。事實上，真的在出問題的時候呢，雪上加霜，他只有在提供說，還有別的藥劑，要不要再試試看？这合理啦，全家大小没有其他的收入，就靠它，不能有闪失，没有人发薪水给他，就是靠树上的番茄植株上面的果实来卖钱。采下来不一定能卖到钱呢。还要看市场的行情啊，所以它唯一能够做，就确保它产量跟品质要符合水准啊。这个时候你不能怪它，它会很急着要去做什么控制的。一般農民用農藥同皮料太高度，呈現中當了解耕種人的艱苦。佢無限睇一片，有關係哪個一類農民的農場看作物在一起。像佢按樣，按農民使用農藥嘅農藥行頭價多少？照農委會統計，10年來包含進口同國內農藥生產的量，台灣農藥產銷量出變化無大，差唔多做2萬到3萬公噸邊咧。農委會防檢局為了管制農藥濫用問題，當計劃修訂農藥管理法，未來係7位醫生同農藥管理人員重新來管理農藥用量。以往的農藥的管理人員，那當然有一些是基於那個商業的考量，那有一些可能就是知識方面也不是非常的充實那所以有時候就會第一個有可能診斷錯誤開錯藥那第二個那可能為了商業的考量，他可能會推薦比較多種的農藥。但這種情況其實是逐漸在改善嘛。當然，我們都是用推薦用藥，只是說單一支藥有可能就是稍微控制而已。那如果你沒有那個再加強的話，有可能它那個葉子染病的速度太快，有可能就是壞掉，那最後就是整個園子就報銷了。所以也不是說我們要增加藥劑量。禮拜花總發現太村鄉以及農藥行天二台竟然爭30人死，本單大學喺托基海，加把普遍過後爭進嚟接助工業，托加把數家下行喺傳統農藥行開來卡插合亂，等佢進嚟接，佢繼續改變一區嘅農業行，限殺農藥偏見實驗室，重新同農民朋友告別，按樣頭擺，萬一同朋友交關名下，又一類都進來嘅。因為我剛回來嘛。所以有一些專業知識還沒有那麼充足，所以也一開始是很穩定的在流失。一些專業農啊，或者是比較老，他覺得你年輕人稍微趕回來，你到底會不會？你產一袋攏甲你了衛星定位起來，大家想下外跨，要甲你收偌濟錢？
比起传统农药行来白发经营呢，行较像是一种幸福的关系，包含高度一比安样的含量用药。毛主统计也就讲，清醒的农用吃补剂的发展，也系安样的经营车务工厂，也转型过农药行变做意见交换中心。以前那个农药行就比较简陋一点啦，在换的这个农药不像现在的，现在是大家很注重的卫生啦、安全啦，感觉上就是不像农药店啦，像那个一般那个西药行一样啦，不会感觉到进来的时候有那个农药味啊。农药行的形式的改变，反而客户群，就是这些老前辈那个专业农户，他就觉得这样有符合他们的心目中的需求。张第几包？8月9号。再询问1包。OK。除了店的装潢哥，行较创业请厂商合作，带入农业都件铺的概念，改变头摆农业行用泡泡一本铺的下药的买卖方式。泰春地区喺台湾葡萄创业cent体，头摆都会对买药的都采蔬菜，将会做100检测。不过1年下来，用的那道药的内容使用的，其实都冇完整记录，也包含农药批料名的内容是买的，买几多的。都写图都件铺的图行，唔单止农药买卖清清楚楚，农民们有好查自家买购买药的。即摆伊是用电脑咱较方便，咱簿仔摕起来，就安尼看就知影讲咱顶期洗啥物药即期要洗啥物药安来，咱以前毋是，咱以前用写有正写甲无讲足清楚啦，像咱摕咱领字簿仔来其实足方便的。搁一个点啦，这也免惊伊甲咱记毋着。手写就费时间，记录就是要2份，他1份我1份，如果客人多的话会塞车，然后就是想说要怎么改善这个情况，效率会比较好一点，一方面就是懒惰嘛，我们本身懒惰就会激发那个我们去做比较有效率的事，就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用药的精准度就可以提高。农业费房检局对今年起始规定，卖农药天初登记同拿买卖证明，农药都件铺的做其中一类对应的方法。今年很多鼓励吃盘，因高头年车务医生法通过实施过后首先制度作为天初发展。目前的农药管理人员的制度，我们会再强化了也就是说，以后你要取得农药管理人员的资格，那大概要受训比较久的时间现在本来2个礼拜，那我们预计在明年改成3个礼拜。那因为甚至你的进货出货的那个流向，目前也都要在那个申报那当然就是从明年开始的话，都是要线上申报。转型过后，农药行越来越重视农民朋友要安全用药物，怎么爱采数的，还唔适宜用到药性较高的药嘅。喺讲采数起来，本人验出有农药残留，对消费者唔好，对农夫也唔好。农药行没有本人正义。学者认为，长期来看，要判断消费者涉案，行开应该升级到专业用药的层次。旧的这个所谓的农药贩售业者，他通常都可以给农民一些建议，但是常常这些建议呢，或是他所给农民所推荐的一些药剂，常常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专业的一个诊断，然后也没有办法提供一个非常专业的用药。其实现在的一个农业药剂的使用，我们一直在强调这所谓的专业用药这4个字。我当初设立这个农药行，就是我一样能够取得合法的农药的处方的推荐那我今天是农药行，我还是可以依那个农药管理人员的角色来推荐他，只要依植物保护手册嘛，来推荐他该用什么药。所以目前对我来讲，我可能会用这种角度来自处啦。我还是会，当然我会想要去考执医啦。政府推动合理化食品很多年嚟，關於農藥使用量變化三無幾大。接下來，按樣同農藥管理人員同抽醫生上線制度之下，管理控制農藥使用咯。由抽醫生會行較好麼？
能够改善农用环境，又维持现有产量，就像营养的有专业用药，係將來發展。